新加坡樟宜機場的到塔大廳裡，人流總是行色匆匆。那些常年往返於這條航線的商務旅客早已熟悉了這裡的氣味：免稅店的香水、剛出爐的加椰吐司，以及熱帶地歐特有的潮濕空氣。但如果你足夠細心，或苦攰發現一個戴着棒球帽和口罩的男人，他總是一個人，背着簡單的雙肩包，腳步飛快地穿過人群，幾乎不在任何店鋪前停留。這個人很像謝霆鋒。關於謝霆鋒頻繁現身新加坡的消息，在過去3年裡從未間斷。有好事者統計過，他往返的次數接近200次，這個數字引上去有些誇張。可細想之下，如果一個人心中有牽掛，那距離就不再是障礙，而僅僅是一張機票的事。對於一個曾經在香港紅館摔吉他，在頂包案風波中身陷囹圄，在離婚聲明中言辭決絕的男人來越，這樣的奔波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反差。人們習慣了他年少時的輕狂，習慣了他和王菲復合後的淡然，卻似乎很難將他與接送孩子放學這樣日常的畫面聯繫起來。然而正是這種反差構成了故事最引人入勝的開端。關於張柏芝第4胎生父身份的猜測，幾乎成了華語娛樂圈持續最久的一場懸疑劇。從他生下第3胎小王子開始，宮中的窺探欲就從未得到滿足。有人猜是新加坡富商，因為張柏芝曾多次帶着孩子出現在新加坡，甚至一度被傳在那裡定居。也有人猜是大陸的隱形富豪，認為只有足夠雄厚的財力才能支撐起張柏芝現在的生活。更有甚者，將目光投向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或是相識多年的老友，幾乎每一個和他有過合影的男性都曾被列為懷疑對象。但張柏芝始終保持沉默，他照常分享與3個兒子的日常，曬出美食和風景，唯獨對感情生活諱莫如深。這種沉默在娛樂圈裡是一種奢侈品，因為他完全可以利用這種神秘感去炒作，去博取流量，但他沒有。他只是做着一個母親該做的事，仿佛那些外界的喧囂與他無關。但這一次，當4胎 DNA 生父這個極具衝擊力的詞彙與謝霆鋒的名字並列在一起時，網絡的服務器瞬間陷入了卡毒。人們震驚的不僅僅是第4胎的存在，更是 DNA 這個冷冰冰的科學詞彙，以及他指向的那個早已翻篇的男人謝霆鋒。畢竟，自從2012年兩人離婚後，雖然關於他們復合的傳聞每隔一段時間就倍捲土重來，但謝霆鋒身邊一直站着王菲，這段風飛戀歷經波折後縱然被視為愛情最好的模樣。謝霆鋒也多次明確否認過與張柏芝復合的可能。然而，隨着往返新加坡200次這個細節的曝光，所有理所當然的推測開始變得蟲動。故事的轉折點發生在一個普通的工作日傍晚，新加坡某國際學校門口停着幾輛毫不起眼的保姆車，家長們都戴着遮陽帽，等待着放學的鈴聲。就在這群人中，有人認出了那個戴着口罩的男人謝霆鋒。他沒有帶保鏢，也沒有助理跟隨，就那麼安靜地站在樹蔭下，眼神望向校門的方向。過了一個人，一個背着書包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出來，她紮着2個小辮子，眼睛很大，皮膚是健康的小麥色。看到謝霆鋒，她立刻笑着撲過去，用英語喊了一聲 Daddy。謝霆鋒彎下腰，自然地接過她的書包，順手從口袋裡掏出一塊手帕給她擦了擦額頭上的汗。這一幕被遠處的鏡頭捕捉到，雖然畫質模糊，但足以引爆整個中文互聯網。在此之前，關於張柏芝第4胎的傳聞雖然甚囂塵上，但始終停留在傳聞層面。張柏芝從未官宣，更未曝光過孩子的任何信息。而這張照片無疑是對所有猜測的一記實錘。謝霆鋒手中牽着的那個小女孩，她是誰？如果她是張柏芝的女人，那她叫謝霆鋒爸爸，是不是意味着謝霆鋒就是那個隱藏多年的生父？消息傳回香港，狗仔聚聞風而動，日夜蹲守在謝霆鋒的住所和工作室附近，
試圖從他嘴裡叫出哪怕一個字。但謝霆鋒依然保持着他一貫的酷勁，面對鏡頭不發一言。反倒是他的經紀人霍文希，在被堵在停車場時，無奈地回應了一句：藝人私事不便透露。這句模棱兩可的話，更像是往沸騰的油鍋裡滴了一滴水。隨後，關於謝霆鋒浪子回頭的故事開始以一種鋪天蓋地的姿態在網絡上蔓延。有所謂的知情人爆料，謝霆鋒其實早在3年前就通過科技手段，秘密確認了與張柏芝第4胎孩子的血緣關係。得知真相後的謝霆鋒，如同被雷擊中一般，反思了自己在2個孩子成長過程中的缺席。於是，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哪怕要與王菲暫時分開，也要盡到做父親的責任。於是，他開始了長達3年的空中飛人生涯，在香港、北京、新加坡3地之間奔波，只為了能夠每周接女人放學，陪她吃一頓晚飯，或者近是在公園裡看着她盪秋千。這個說法雖然聽起嚟充滿了戲劇性，卻也並非空穴來風。早在2014年，就有媒體拍到謝霆鋒和張柏芝帶着2個兒子在新加坡一家4口同遊。雖然當時謝霆鋒否認復合，但承認了讓2個兒子在新加坡讀書是他們共同的決定。可見，新加坡對於謝霆鋒和張柏芝嚟說，早已不是一個陌生的城市，而是他們作為父母，為了孩子能有一個安穩成長環境所選擇的避風港。張柏芝對孩子的愛是毋庸置疑的，她曾多次被拍到獨自帶3個孩子出門，事必躬親，甚至被網友戲稱為沒有助理的女明星。她對孩子的保護欲極強，一直希望孩子能在不受打擾的環境下成長，而新加坡恰好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遠離香港狗仔隊的密集監視，擁有國際化的教育資源和相對安逸的生活氛圍。謝霆鋒選擇頻繁飛往新加坡，如果不是為了張柏芝，或苦真的是為了那個被隱藏多年的小女人。然而，這個看似溫情的浪子回頭劇本，在邏輯上並非無懈可擊。謝霆鋒與王菲的感情一直非常穩定，2人多次被拍到十指緊扣出行，甚至在今年謝霆鋒的演唱會上，王菲旋低調現身包廂支持，2人隔空示愛，破除了此前關於分手的種種謠言。如果謝霆鋒3年來真的為了張柏芝的孩子奔波200次，王菲難道佢毫不知情且毫無芥蒂嗎？感情裡的排他性，並不因為年齡的增長而消失。更何況，謝霆鋒在早年的採訪中，早已斬釘截鐵地回應過與張柏芝復合的可能，他越沒有啦，並強調2人現在的朋友關係很好，不會改變。對於3胎生父是謝霆鋒的傳聞，他當時更是罕見地發聲澄清，表示我只有2個兒子，直接否認了自己是3胎生父。一個性格如此鮮明、不願委屈自己的人，真的會因為一個孩子就突然改變多年來堅持的生活軌跡嗎？另一種更為複雜的推測則是，或許謝霆鋒並不是4胎生父，但那個小女孩的父親身份確實特殊，以至於謝霆鋒作為前夫和前男友，不得不承擔起某種保護的角色。畢竟張柏芝和謝霆鋒之間存有2個共同的兒子。大兒子 Lucas 和小兒子 Quintus 也都在新加坡讀書。謝霆鋒頻繁前往新加坡，也許只是為了探望這2個已經漸漸長大的兒子。隨着謝賢在近期傳出遺囑曝光，將9成遺產留給2個孫子，由張柏芝代為管理，這一舉動更是加深了謝霆鋒與張柏芝之間除感情外的緊密經濟聯繫。頻繁往返新加坡，或許只是為了平衡對2個兒子的虧欠，只是恰好被賦予了接女人放學的粉紅色濾鏡。但無論如何，謝霆鋒用實際行動打破了過去那種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的疏離感。他不再只是活在新聞通稿裡的父親，而是一個真實出現在校門口的家長。在這個過程中，最讓人感慨的，莫過於浪子回頭這個標籤。年輕時的謝霆鋒是桀驁不馴的代名詞，他頂包案入獄，在演唱會上襲擊他，與張柏芝離婚又離婚，每一步都走得驚心動魄。離婚後的那些年，
他在公眾面前的形象逐漸變得堅硬而冰冷，專注做菜，專注音樂，專注戀愛，仿佛家庭只是他輝煌人生中的一個注腳。尤其是在與王菲復合後，他更是被塑造成了一個痴情而疏離的男主角，偶爾被拍到和藝子在一起，也多是短途旅行或演唱會後台的短暫相聚。很多人指責他缺席孩子的成長，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在張柏芝一次次被拍到陪伴孩子參加學校活動、外出遊玩的時候，謝霆鋒的名字總是缺席的。這種對比讓他在輿論場上始終處於道德的下風。但這一次，當往返新加坡200次這個具體的數字出現時，公眾的態度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蟲動。原來那個看似冷酷的男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彌補着過去。有人說謝霆鋒是在贖罪，他錯過了2個兒子的童年，如今不想再立過女人的。當他知道自己船有一個女人流落在外時，內心受到的衝擊是外人難以想象的。於是，哪怕工作再忙，哪怕要從一個州飛到另一個州，哪怕要面對媒體無孔不入的窺探，他也要去。這是一種自導的父愛，也是一種中年男人特有的執着。不再是為了愛情要死要活，而是為了那一份血脈相連的牽掛，願意低下頭做一個普通的父親。他在新加坡機場被拍到的照片裡，不再有聚光燈下的鋒芒，眼神裡多了一種疲憊，但疲憊中卻帶着一絲平靜。他跪在蛋糕店門口排隊，只為買兒子喜歡吃的蛋糕。他跪在超市裡仔細對比牛奶的保質期。他跪在週末的早晨，穿着拖鞋去菜市場買菜。這些生活化的細節，構建了一個全新的謝霆鋒，一個剝去明星光環後，努力融入柴米油鹽的男人。然而，張柏芝對於這一切，卻始終保持着一種令人捉摸不透的沉默。她沒有發聲承認4胎的存在，更沒有回應生父傳聞。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驕傲且固執的女人。當年離婚時鬧得滿城風雨，她帶着2個孩子離開，沒有要謝霆鋒1分錢的贍養費。坊間傳聞未經證實。她曾經在採訪中說過，她需要的不是老公，而是孩子。這句話曾被解讀為對婚姻的失望，如今看來，更像是一種預言的宣告。她確實做到了，她擁有3個或4個孩子，牢牢地把生活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如果4胎生父真的是謝霆鋒，那意味着即使離婚多年，她的生活依然與這個男人糾纏不清。這顯然違背了他當年要獨自美離的決心。但如果是謝霆鋒回頭，似乎又恰恰印證了他作為女人和母親的魅力。那個曾經遠走的浪子，終究全是為了他生的孩子回頭了。在這個過程中，謝賢的態度也極為微妙。作為謝霆鋒的父親，謝賢生前對於張柏芝這個前人媳一直讚不絕口，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只認張柏芝這一個人媳。對王菲則閉口不談。他痛愛2個孫子是出了名的，在他去世後曝光的遺囑中，他將9成遺產留給了2個孫子，由張柏芝管理。這無疑是對張柏芝多年來辛苦養育孫子的巨大肯定和補償。假如張柏芝4胎生父真的是謝霆鋒，那麼謝賢不僅多了一個孫女，而且這個孫女依然流着謝家的血。這對於看重家族血脈的老人來說，恐怕在久存之下也會感到欣慰。只是這份欣慰，隨着謝賢的離世，變成了一個永遠無法得到回應的問號。而就在輿論持續發酵，人們幾乎要相信這就是一個關於浪子回頭的完美童話時，反對的聲音開始出現。有人翻出張柏芝早年的訪談，她曾明確表示自己喜歡小孩，甚至想生夠5個。如果她生4胎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做母親的願望，那孩子的父親是誰對她來越重要嗎？她完全可以去父留子，只享受孩子帶來的陪伴感。這種猜想將謝霆鋒從生父的角色中剝離出來，將他重新放回痴情的冤大頭的位置，也苦他怎麼都不知道，只是出於對前妻和兒子的愧疚，才頻繁飛往新加坡，
卻莫名其妙被扣上了接女人放學的帽子。這個說法雖然殘酷，但在邏輯上似乎更加符合張柏芝如今獨立大女主的形象。畢竟，一個能夠在離婚後東山再起，獨自養大幾個孩子的女人，她的納心遠比外界想象的更加強大。真相的碎片散落在各種捕風捉影的報道裡，很難拼湊出一幅完整的畫面。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個名叫謝霆鋒的男人確實變了。他從香港紅館的舞台走下來，走進了新加坡的菜市場。他放下了手中的吉他，牽起了孩子的手。不管那個孩子是不是他親生的，他那3年的奔波都是真實存在的。200次飛行，哪怕一次只是短暫的停留，累計起來也是一段漫長的時光，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人生軌跡。或苦在未來的某一天，當塵埃落定，我們會發現所謂的 DNA 生父其實另有其人。但謝霆鋒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的成熟與擔當，卻讓無數曾經罵他不顧家的人開始動搖。浪子回頭，並不一定是因為某個驚天秘密的曝光，也可能僅僅是因為人到了某個年紀，突然明白了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也有人認為，這場風波不過是張柏芝為了新片或綜藝炒作的煙霧彈。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任何話題都能被商業化。選擇在這個時候放出4胎生父和謝霆鋒這兩個關鍵詞，時機未免太過巧合。但如果真是這樣，那張柏芝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因為這意味着他要把自己給重視的隱私暴露在公眾的尖刀之下。對於一個為了保護孩子不惜與媒體周旋多年的母親來說，拿孩子來炒作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侮辱。因此，更大的可能性是，這真的只是一個意外。也苦只是謝霆鋒在學校門口被拍到的照片，加上張柏芝近期身形微妙的照片，被人為地組合在了一起，編造出了一個迎合大眾獵奇心理的故事。而謝霆鋒的沉默，不是因為心虛，而是因為他根本不屑於解釋這種在他眼裡極其無聊的八卦。關於謝霆鋒與張柏芝的這出連續劇，從他們戀愛、結婚、生子、離婚到現在，已經跨越了整整20多年。這20多年裡，他們經歷了艷照門的重創、離婚大戰的撕扯、各自新戀情的甜蜜與苦澀。如今，張柏芝40多歲，依然是那個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的母親。謝霆鋒40多歲，依然是那個酷率有型的偶像。但他開始放下了偶像的包袱，敢於去菜市場買菜，敢於為了接孩子一天之內飛2個來回。時間對他們終究是仁慈的，他磨平了他們的稜角，讓他們不再針鋒相對，而是為了孩子，選擇了和和氣氣地相處。哪怕那層窗戶紙始終未有捅破，只要謝霆鋒能堅持去新加坡，張柏芝能安心地享受天倫之樂，那麼對於2個已經長大的兒子，以及那個神秘的小女人黎瑞，就是一種最好的保護。夜深了，香港翁多利亞港的燈光璀璨依舊，新加坡河畔的遊船也船在緩緩航行。在這長長達數千字的探尋中，我們試圖還原一個真相，卻發現真相往往包裹在無數層的謊言和臆測之下。張柏芝4胎生父究竟是誰？或苦只有張柏芝自己和他最親近的人才知道。而對於謝霆鋒來說，不管是出於對女人的愛，還是對兒子的美寶，那往返200次的飛行記錄，已經是他作為父親最有力的行動證明。我們無法確定那個在校門口被拍到的小女孩是否真的流着謝霆鋒的血，但我們願意相信，在那200次飛行裡，每一次落地，都帶着一個父親試圖握緊手中沙粒般的親情的努力。這出戲演到這裡，配角都退場了，只剩下為人父母的那份執着，留在了聚光燈下。